即时要来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来做咱的信仰告白，请咱同齐来。万信上帝，创造空气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变成第四个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手赐快乐咱，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教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后解的使者是普世的，高敬阮伫阮地，领导所有子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永远的记号。阮是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你下面。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一直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带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文字，迫害人万民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要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伐，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伊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会众请坐。这是咱要来启用，请咱若有手有新圣诗的来献开新圣诗的后壁面。新圣诗后壁面启用文第45篇，就是伫咧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内底，若有记载的。那无，咱就看头前的投影片。这时我来启，请咱会众来应。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有啥物人通甲我比？恁也目看天。啥物人创造这的诗？这声是上主，伊调集万军。算因的笑样，伊一个一个念因的名，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无一个无来。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上主看有看到我的困境。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卖怨讲？上帝无关心我的所愿。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你敢毋捌听见？伊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夜也袂sen。夜sen的人，伊互因有元气。冷静的人，伊甲因加气快乐。少年人拢会夜sen。勇壮的人嘛会跌倒。这声，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快乐，因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名袂赢，走袂胜。这是咱同齐额头来祈祷。
至悬至大的阿爸爸上帝，愿倒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对阮讲话，求主的话，互阮听会明白，亲像种子落伫阮的心田，要发芽、扎根、结果子，有100倍、60倍、30倍的。求主将圣神所结的活命的果子来赏赐互阮，阮要靠信心来宣告上帝的逐项应允，要临到阮。阮的日子怎样，阮的气力也袂安尼。阮要经历着主你丰盛的陪伴甲供应，嘛要看见上帝伫阮身上大大细细对头到骹的丰盛的恩典。主阮倒一摆嘛要来为着世界的疫情，到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甲亲人来祈求，阮将伊交托伫你。阮嘛相信主你要吩咐使者伫阮所行一切的路保护，伫每一人的家庭、工作、学业也是服侍，拢要求主来祝福引带。主你将恩典赏赐伫阮的身上，阮要将荣光归互你。但阮嘛要将今日的礼拜交托伫主你，求主你圣神降临甲阮同在，充满阮，引带阮，互阮逐人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即时阮来将阮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赞美，请写清。因要赞美的诗歌是永远不分离。
愿咱的恶乐清爽，拢归伫咱至高的阿爸爸上帝。咱只是来强守上帝的话，请咱手头有圣经的，咱就掀开咱手头的圣经。伫咧白话字的圣经内底是新约第229页。那无的，咱就来看咱的投影片。咱今日的圣经节是伫咧歌罗西人书第1章的第25节到27节。好，这是咱同齐来读今日的圣经节。我设立做即个教会的采用，照上帝为着恁所交付我的即份，来圆满上帝的道理，就是万世万代以来所藏密的奥妙，但已经显明伫伊的圣道。上帝爱要互因知，即个奥妙的荣光伫外邦中有偌富有，就是基督点伫恁做荣光的望的。以上是咱今日的圣经节，愿上帝祝福互听伊的话，都照伊的话来行的人。咱只是来请曾牧师来甲咱勉励，今日曾牧师要甲咱勉励题目是最大的奥秘。咱请曾牧师。感谢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好一摆要对你的话相学习。对你的话，请伫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特别你的心也充满伫阮，愿当明白晓悟，行踏伫你的话顶面，领受你更加大的恩典。但是我们对你的话相学习，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来平安。咱这礼拜真眼讲读经本所要读的圣经是新约圣经歌罗西书。我首先来介绍使徒保罗写这张书信的背景甲重点。歌罗西差不多是今仔日土耳其的西南方。是小亚细亚的弗鲁加省内一个古城，伊距离这个罗底加希腊波利无偌远。当年伫欧洲的生理人，也是讲军队，若要去到，若要对以弗所东，前往亚洲的这个幼发拉底河，还是哥罗西，这个哥罗西是一定爱哪经过的所在。歌罗西会当讲是生产，又生产这个乌羊毛，甲这个染料，原本是一个生理，商业真繁荣的一个城市。因为常常有啥物，伫台湾小可有不过无遐尼严重地震，有地震，所以你若有去到这个所在，无属迄年去看这个所在是哇，真正地震足严重，把这个所在拢破坏了吼。所以地震是非常严重，所以伫遐日渐渐衰弱。后来咧，罗底加甲希腊波利的发展，超过这个歌罗西。所以当保罗写配合因的时，歌罗西已经是一个什么非常卑微的城市。歌罗西教会的建立，咱知影一般圣经学者认为歌罗西人以巴弗伫以弗所徛起的时，因为领受了这个福音，然后转去到歌罗西伫遐来传福音，设立这个教会。安尼西姆也是歌罗西人，而安尼西姆是腓利门的奴仆。那照安尼来看，歌罗西教会。有可能是生伫啥物？腓利门的厝内聚会。所以咱知影，真侪教会拢是对啥物？家庭对家庭来开始。
对咱的家庭，还是讲小组是非常的重要。起来，咱当对这个小小的聚会中，今日来体会到圣经上帝话，甲咱直接要分享的一切。伫这个所在，腓利门的囝阿基布，有可能就是当时教会的传教者，就是讲传道，咱们咧讲福音的。所以哥罗西书是保罗啦，伫这个互人掠去，伫罗马的这个监狱所写的。大约是写伫主后61年到63年的期间，写完了后呢，由这个推基古甲安尼西姆同齐送去到这个哥罗西，这是4章70到90的记载。当时期，保罗伊也写了这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甲腓利门书，这4封的书信，就是今仔日咱称作狱中的什么？书信这是非常的重要。咱有时咧看这个圣经的时，咧读这几本册恁读的是无感觉讲保罗是伫关家呢？这种信仰对伊的一个真大的快乐甲帮助，互人无感觉伊是伫咧关家受苦无自由的时。所以咧读这个书信的时，充满什么？有时充满感恩，有时什么咧教导，有时伫遐咧分享。这是咱一个信仰真大佮宝贵的所在。为什么保罗伊会写配合这个哥罗西教会呢？因为当时以巴弗提以巴弗特定对哥罗西来到罗马，伫遐来探望这个保罗的时，并甲伊东大一寡日子。保罗对以巴弗知影关于哥罗西教会的情景。伊的心内其实真担心呢。担心什么？因为有假师傅伫遐来卖给信徒，地教信徒对基督教的信仰的明白，产生一寡偏差。当时有一寡异端流行伫教会内面，哥罗西教会也有一寡信徒跟对着这个流行伫遐咧行。当时有2种流行的异端思想，一种呢。是以保留宗教的这犹太教的思想的这个基督徒，因为单单相信什么耶稣也阁无够，因犹原爱严守摩西的律法这个规条，爱受割礼，遵守律法节期月数、安息日以及敬拜天神，是不是主张爱撇誓可修？禁欲等等。另外一派异端呢，是融合这个波斯甲希腊的宗教体系，强调人得救必须依靠神秘的经验甲智慧。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流行伫第2世纪的时的这诺斯底的思想究竟诺斯底这个思想甲保罗所领受的基督信仰有啥物差别呢？为什么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会受威胁的？伫这个所在，牧师要将这诺斯底的思想甲主要特征，甲咱基督教的信仰做一个分析。而且咱知影，这个诺斯，咱来知影这个诺斯底诺斯底这个思想，伊是啥物？伊强调二元论，伊认为这灵界是美善的，物质的世界咧是邪恶的。咱应该有读过历史嘛，还是讲伫这个观念内底有这个观念。咱知物质的世界甲灵界是完全分开甲对立的，这是因的思想。因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纯灵的这个至关上帝无可能创造邪恶的物质世界。因认为神有分最顶级的神，所以愈高级的神愈物质化，所以创造出这个物质的世界甲人类，一位灵性非常低的次顶神，所以世界才有这么多歹、歹甲痛苦。总是咱知影，保罗伊所领受到的，
即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互咱真清楚，即个灵界是真正水阁好的。物质的世界其实也是水阁好的。为什么？伊什么人创造的？上帝创造的。所以是上帝听的创造，也是好的上帝所伫遐备办的。所以伊照着耶稣基督所创造的物质世界，也是极其水阁好，是伊所欢喜，也是要祝福的。这头一项。第二项什么？第二项是即个诺斯的思想提出即个幻影说。幻影说，因认为物质既然是邪恶的，宇宙的救赎主无可能拥有真正的身躯。哦，所以即个基督教的即个道正律底定是伫价甲国外，拢指什么？咱的目睭所看见的什么虚幻幻想的即个外观利益，并不是真实的实体。咱刚即摆咧看到即个投影片，同款对无？迄毋是实体，迄是甲投影出来，即种即个真特别的即个虚幻的外观。但是咱知影，伫基督教的信仰，保罗伊所领受到的，伊讲耶稣既然来到即个世间，是要拯救人类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人受这个罪捆绑，身心灵拢安那，拢承担非常的痛苦。所以主耶稣也必须要有人真正的肉体来经验人的生命中的艰难，所受的这个试炼甲磨练，以及安那肉体软正甲不足，这人带领人伫这个身心灵刚强壮大，凭着信心来倚靠上帝，伫艰难的中间忍耐听候，伫稳定的中间重新得到快乐。这是咱基督教对保罗的想法。所以第三项，诺斯的思想，伊认为讲，本来存在伫灵界的灵魂，因为坠落，而安那被牵掠伫这个肉体内面。所以，至悬的差派使者来传授得救的智慧，帮助因脱离这肉体的这个捆绑，归回灵魂的故乡。也因为安尼是，咱若想要得救，只要拥有更加多、更加深属灵的、稳默性的财物甲智慧，你会当得到这个智慧的人，必定什么？天选的人。一般人是无资格的，但是保罗所领受到的，伊伫遐来真正讲，伊上帝恩典是啥物？是白白赏所咱的。只要你信啊啦，你就要得到白白的赏赐。只要你相信，你就得着。这上帝啊啦，迄个恩典，人人拢有份。当然有智慧愈多，明白上帝。伊所领受到这个丰盛，你会当享受到上帝的丰盛，而你会当领受明白，你就会当得到更加多。总是安那，对上帝爱有单纯的信心，专心的倚靠上帝恩典，绝对是根基。单纯的信心，倚靠上帝是绝对的根基，因为上帝赏赐教育恩典甲信心，互咱伫基督耶稣内面那得胜阁有存，这是第三项。第四项，诺斯的这个思想伫道德中的两极化，因为咱知影，伊对物质的什么非常的轻视，认为肉体是无路用的，伊身躯乃是什么？那是物质，所以这肉体是无路用的。只对重心灵甲精神就好。所以，诺斯这个主义伫道德上有两种极端的派别，一种是完全的放纵伊的肉体，这种叫纵欲主义；另外一种呢是酷刑鞭挞家己的身躯，这种叫什么？禁欲主义。
但是咱知影伫保罗伊所领受到，伊伫遐真清楚讲伊人的身躯是啥物？是上帝殿，是要互上帝使用最尊贵的器具，是这上帝的旨意，所以袂当安怎放纵，也无需要苦行，乃是安怎结出果子来迎供上帝。所以暂时当时教会中流行的这犹太教律法主义跟诺斯底的这思想，保罗伫伊做的书信的中间，拢有指出这个错误甲纠正。所以伫哥罗西书中，保罗伊高举耶稣是万有之首，上帝照着伊，也为着伊创造宇宙。世界受造原本，上帝是看做什么的？好的。所以咱伫圣经创世纪顶，牧师听咧强调，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什么的？是好的，有无？无好是对倒位来？第3章咱去看，什么人来？魔鬼撒旦来。所以咱会真细灵。所以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原本是好的，啊，因为这个撒旦，所以伫遐来迷惑人，因为安尼。生来背逆甲犯罪，互人甲福气的源头，上帝伫遐来纪念。啊，因为这个罪遭受了最的痛苦，总是咱知影上帝会疼，伊无愿意去杀人，伊照着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将一切错误安那，拢安那校正吼，这校正回归吼，即马定咧用吼，拢甲安那。纠正回来，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无论你是卑贱愚妄的，也是尊贵惨命的，只要凭着信心，我靠耶稣基督，拢会当白领受这个恩典，重新转来到上帝面前，成做伊心目中的心肝宝贝。不但有行好事的能力，更当享受到生命的平安甲欢喜。也按伊安尼生，这个信心，这信心是非常的重要。有坚定的信心，才有这个荣耀的愿望，才能活出生命真正水阁好、阁有意义的这个价值。所以保罗伫这个家业的中间，伊依然关心着这个信徒，所以差派这个推基古甲安尼西姆，将这个业中的书信送到各教会去，为了要坚定这个圣徒的什么的信心。所以兄弟姊妹，伫这段疫情的顶面，咱的信心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咱要怎持续这个信心的顶面？伫安那面对这个艰难甲挑战，我相信上帝要赏赐咱的平安，依然伫这个听中间，要伫咱每一位的心上。所以伫这个所在，因为这个诺斯底的这个思想非常的强调关系属灵的、稳默性的财物甲智慧。所以牧师要通过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来思考这个主题：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伫保罗的书信内面常常出现“奥秘”这个词。奥秘。伫这希腊原文的字源是“关目”，关目。这当时神秘宗教的用语，意思是一般人啦，关目的，只有特定天选的人，会讲有特别有智慧的人，才会当安那明了的代志。简单来讲，奥秘是指一种稳重、学得了解。学得解说的代志，兄弟姊妹，有时咱是毋是真想要知影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的意义？为什么整个的这个银河星系中，只有地球才有这个食物、动物、生物的？其他的星球是毋是也有人类存在的？人活伫这个短暂的世间，意义，这个意义。到底是伫什么所在呢？
虽然国语中外有侪即个哲学家、新的导师，写侪的册，直接来探讨即个奥秘，想要解释宇宙甲生命意义，总是安那，看起来敢若无啥效果。因为即个奥秘对因也是稳重的，科学家也真力想要认识宇宙的性质甲生命的原因，因安那加进即个脑汁，想要了解宇宙，总是所发现的也是非常的有限。到伫今仔日也是安那，发现真多，但是安那也真有限。对你人，咱即个人更加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兄弟姊妹，你相信你存在？咱今日存在这个世间是有意义的嘛？你对你家己有认捌无？对你家己敢有捌？敢有知呢？为什么你有这么好的头壳？为什么你的这个手痕安那，甲人安那拢无共款，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你身躯有这么多无共款的器官功能呢？只水，互你的目睭会当看，互你的耳孔会当听，互你的心，互你的头壳会当伫遐来思想呢？伫这个所在，咱真楚爱真清楚，咱的生命当然是有意义的。你的生存并不是只敢为着穿、食、利益。人的生存充满着奥秘，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才会当知影。人的受造是要安那？是要来反映上帝的荣光。因为人的基因对这个 DNA 有上帝的神性，有无？在圣经内底真清楚，人是照什么？上帝的形象安那伫遐做起来，还有一口什么？上帝这个一口气，咱若无一口气安那，就再见啦。我常常咧看这个安那临终的人安那，有时安那吐一口气，就安那就断去啊。这是真特别的所在。所以伫这个歌罗西书1章25节到27节，保罗伫遮讲：我设立做这个教会的册用，照上帝为了恁所交付我的职分，来圆满上帝的道理，就是万世万代以来所藏目的奥秘，但已经显明伫伊的圣道。上帝爱要互因知这个奥秘的荣光，伫外邦中有偌富有，就基督点伫恁，做荣光的盲眼。兄弟姊妹，牧师拄也有讲过，奥秘这个词是当时诺斯思想的用语，意思是指一寡神秘的这个事物，只有一小看特别有智慧的人，才会当伫遐才会当知影。一般人是无办法，也无法度了解。所以伫这个时，保罗伊指出，恁伫遮欢喜讲奥秘，认为明白奥秘这项代志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那呢，恁知影稳重伫这个历世历代真正奥秘是啥物嘛？这个最大的奥秘，以前的人拢唔知影，因为是稳重伫上帝的心目中。但如今这个安那上大的奥秘，上帝已经安那已经照着启示，就敢从这个玻璃安那甲掀开，这个意思。这个全世界的人类，伫安那完完全全甲显明出来。这个稳重伫上帝心目中最大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间，完成这个救赎的大功劳。兄弟姊妹，主耶稣原本是伊伫万行有的大圣，万行有
点伫伊来三角徛在。这歌罗西书1章17节的记载。这个阳光尊贵伟大的创造主，甘愿为了咱这个用尘土，用这个尘土所创造这个卑微的人类，来到这个世间。试想看卖啊，这敢毋是上大的奥秘嘛？试想看卖啊，今日拥有这个尊贵的地位甲身份，你生活一无欠缺。请问，你敢会去到这个卑贱的送向人的所在，还是甲这个卑贱人斗阵生活一天嘛？你已经生活甲非常的富有，你敢想要去甲遐个人斗阵嘛？我感觉应该是真困难，有时带一下久就挡袂了。为什么？无需要去做福音的事工，阮真侪当时这个同学有钱呢。包括咱今日咱的囡仔真咱拢甲饲甲好，对无？我你讲去到迄个平民送向的所在伫遐咧传福音的时，一日去拢讲，哎呀，哪会遮尔吵啊，我带袂掉啊为什么？迄种迄个所在真恶劣。无说伫教社部咧服侍时，迄个女主新人院一个万家教会无，有咧做这个什么人？街友，你知影无？街友啊，对街友的迄个服侍，我甲恁讲，你若无即个服侍心志甲即个服务，甲即种信仰要带领即群人，你干那伫迄个所在坐一时啊久你就挡袂掉。为什么？臭流嫌伊足重的。迄种所在其实有真常带袂掉，所以真正生活伫这个富有、舒适的环境中间，你去甲遮个卑贱、送向的人斗阵生活，其实一下个你就带袂掉，真恶、真困难。总是咱看伊即宇宙万美的创造主，咱的上帝，伊真做人多结肉体。甲卑贱软弱的人斗阵生活偌久？33年，伊用信心的话安慰鼓励人，用这个大观念的心力医治帮助人。不但如是，为了要消灭这个罪甲死亡，伊更加伫这个世界顶流出伊的宝血，互这个受罪捆绑的人得到讨放自由。互惊赢伫死亡的人赶去永远活的国度，这个喜乐甲盼望，这耶稣来，互咱看见人生要安怎？人生的逆转胜，就是互这个痛赢过这个受困。所以以前咱认为对伫遐歹款待咱的人，咱也敢若讲无加倍行义。只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已经有够人足。总是咱直接看见耶稣用实力加疼，互咱知影，迄个真正需要怜悯甲赦免的人，其什么啊？其实就是咱家己。以前咱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牛牵到北京，还阁是牛，总是耶稣的国话，互咱知影。这个蝌蚪会变做什么？会变做青蛙。甲这个什么毛毛虫会变做什么？蝴蝶。一粒尾落伫地里来死，会当结出什么？最粒来。这个奥秘的事，咱会当明白嘛？这主要所只啊顺服上帝的旨意，伊来到这个世间，真侪赎罪羊羔。用家己伫这个世界顶的苦难，为了全人类带出生命新的盼望。所以，像伫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讲的，老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是什么？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做新的。所以，主要所有受人甲国话。伫咱遮个有信心的人的心目中，真做阳光的盼望，激励咱刚强壮胆，
勇敢奔跑人生的道路。因为上帝听直接来激励咱，伊小事教育稳定、阻碍，也小事咱的每一天。总是为什么这么奇妙伟大的上帝，甘愿为着你、我，死伫这个世界顶的？这就是什么？这是种奥秘，是世间人无法度明白的，是上帝极大的奥秘。伫这个福音的小故事的内面有安尼讲，伊讲真久以前，伫以色列流传安尼的一个故事。伊讲罗马政府的时期，当政府伫咧翻新一个新、一个真正啦旧老国旧的即个thiết窗的时，发现墙迄个墙角有一个什么鸟鼠啊洞、老鼠洞。所以正人就用什么烟啊呐？以前啊用烟甲熏，或即个洞内拢有熏，来当逼出内面的鸟鼠。过了一个偌久啊呐，哇，真侪鸟鼠就安那走出来。正人都在咧想啊，鸟鼠已经走了啊，会当入去拼啥？突然间讲看见两只鸟鼠啊，搁两只鸟鼠啊，伫即个洞空底安那。画来画去，咱免咱走来小撞安尼，当安尼，然后搁经过辛苦两个安那，才会当出来。可是非常奇怪，两只鸟鼠啊，出这个洞坑了后，并无马上安那逃走呢。你这个洞坑的附近伫安那，踅来团安那，甲两个当安尼互相对赶共样。像要甲对方的马溜共一样，这人拢稀奇到底是什么缘故？所以啊，就上前去看，细腻去看，才发现讲原来一只那鸟鼠啊，目睭看无呢，青面呢，看袂见。另外一只鸟鼠啊咧，正设法要互对方啊，伊当夹着家己的什么马溜揪着伊的马溜啊，甲伊带出来。带着伊的即个东盘来逃走，这人看见，拢点无讲话，拢开始陷入即个深深的思考中间。食饭的时阵，正人阁围雷坐，有人开始来讨论拄啊迄两只鸟鼠啊的代志。即个严肃的即个罗马官长安尼讲。伊讲，我认为拄啊迄两只鸟鼠啊，应该是君臣主仆的关系。这人思考一下讲，原来就是安尼生。所以罗马这个官兵吼，就显出一个呐，个安那骄傲的模样。做这个参名的这个法利赛人，伊就直接讲，我认为拄啊迄两只鸟鼠啊，应该是夫妻的关系。正人阁思考一下，感觉也无毋对，连声清晰讲，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显出一种真正得意的面色。所以强调这个好义的犹太人讲，我认为拄啊迄两只鸟鼠是母仔囝的关系。正人阁思考一下，感觉真合理，阁连声婀娜。所以犹太人的面色马上出一种真正专业的谦虚。当即个戆头戆脑的撒玛利亚人，去安那徛伫遐，双手安那托着伊的下骸，戆看着正人讲，问讲，为什么两只鸟鼠啊，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两只鸟鼠啊，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整个的气氛完全安静落来，正人戆戆的看到这个戆戆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拢无讲一句话。去看其先前讲的话，这个罗马官长还是讲法利赛人、犹太人，面色安那拢安那，敢不然洋洋得意啊，忽然间就歹势安尼。还记袂？咱来知影真正会疼，伟大疼。其实毋是建立伫即个利益，
关系、正义也是血缘的关系顶面。你是安那？就是你无任何的关系，你也安那？你也愿意去听？这真正是一个奥秘，因为无条件的听，毋是因为你的身份，毋是因为你的皮肤的色泽，更加毋是你有偌多的财富，单单只因为你心目中有真正的听，这个听，就是对上帝来的听。听兄弟姊妹，假使你感觉世界上无人听你，那你再抬头看，是价顶的主耶稣，伊听你，伊甘愿无条件为着你我来放杀伊的性命，为着要互咱得到丰盛的性命。为什么上帝安尼听咱呢？这是一个真正的奥秘。所以使徒保罗经历了这种的听，所以就是伊伫这个监狱中间伫遐咧受苦，伊犹原关心教会，伊真心真意来宣扬上帝听的福音，为着要互更较侪人来领受上帝的听。确实，基督伫咱的心目中，成了有永光的愿望。这真正是极大的奥秘，愿这个奥秘显明伫咱每一位的心上，进入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来看见上帝的听，领受上帝更较大的听。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个极大的奥秘赏赐予阮，互阮明白你已经来到这个世间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大恩典，通过你的拯救，阮得到赎回。当阮现在领受你这么大的疼痛，也充满伫你的恩典中，如果再来领受你生命丰盛，但阮献上阮对你的感恩。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曾牧师对咱的勉励，愿上帝纪念曾牧师的服侍嘛，满满的恩典甲祝福伫伊的全家。这时，咱来共回应上帝的话，用新圣诗第31首，旧圣诗是第453首。天父疼咱世间人，请咱会众起立。
请坐。即时来奉献，请伫酒的执事来服侍。会众起立，咱同齐来唱奉献的诗歌。我的心温柔可以，两侧同伴的心，我的真情的心所，当我的泪水。希望衷心感谢主，阮都一摆来到主你面前，听上你的话，互阮灵命会当拄啊地天，献出阮淡薄的金钱，互主做圣工的路用。阮安尼祈祷感谢，奉耶稣圣名来，阿门。请坐。即时我来。今日无新的来宾，我只是来报告。下周的聚会，阁有圣工的分担，请咱家己来注意。只是我来报告。报告的事项第一项，礼拜后有第二堂的华语礼拜，请服侍同工继续留来服侍。杨雅慧传道因为个人的生涯规划，伫咧本会的服侍到6月底结束。感谢杨传道的辛劳，相信上帝要保守带领伊下一个阶段有搁较好、搁较美好的服侍。伫咧今日的下晡1点，社青团契伫咧4楼有聚会，内容是同工祷告会，主理是雅慧传道，欢迎参加。求主保守所有的染疫者，拢紧紧恢复健康。第2点，6月22日拜三上午10点，伫咧教会3楼有新眼光查经班，欢迎参加。第3点，6月26日下一个主日是本会所定的社青甲青少客的关怀主日。邀请关怀长老王时敏长老用一粒麦子的故事来分享勉励。迄一日有今年度第3摆的圣礼典，请兄姐备万心，甲主耶稣共坐道，纪念主的疼。当迄日嘛是毕业生感恩的礼拜。今年的毕业生有高中是王传道、王阳光、曾诗恩；国小有李允恩、林桂梅、张玉轩。同时嘛要欢送杨传道，求上帝保守引带人生新的里程碑，礼上加礼，恩上加恩。礼拜后嘛要为第4月甲6月份受请来庆生。教会有准备大蛋糕，欢迎留来响应。礼拜后伫咧4楼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备办心参加。
礼拜后，伉儷团契伫咧3楼庆祝第2季的结婚纪念日，要邀请李升达执事来分享德文之美，欢迎参加。第4點，7月3日，迄个主日下晡3點，伫咧6樓要召開定期的中職會，請中職甲團契會長東江半波隆致意參加。若有提案的，請伫咧7月初1拜5進前交予咱中職會書記李憲偉執事來統整。第5點，中會團導部定在7月30日拜6上午9點，伫咧新店教會要舉行初階的長職訓練會，講師是莊玉明牧師，主題是聖經看中職，請中職同工擁有林牧師報名到7月17日截止。第6點，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定伫咧8月26到28日，拜5到禮拜，伫咧玉山神學院要舉辦青年查經營，主題是查經、路上、道理、真理、性命。費用是1500元，歡迎社青踴躍參加。愛上網報名並繳費，教會會補助一半。詳情愛看咱的公布欄。第7點，7至9月的新安宮查經本已經到，主題是追求美善、屬天價值，請兄弟一人帶一本回去，嘛邀請兄弟每一日10分鐘來單獨會主。閱讀新眼光查經讀經，塑造神國價值觀，讓我們都能如鷹展翅上騰。好，第8點是聖經填充題，本周的聖經填充題是對歌羅西書第2章到第3章。6月份要咱同齊來背。彼得前書第4章第7節到12節。本周的受請是6月19日王月祖長老，6月25日是王惠明兄，6月26日是李正福執事。剛剛正福執事有來。好，安尼咱就祝福因生日快樂。日日蒙恩得福。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咱手若有周报，也是咱看头前的投影片，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上帝爱互因在即个奥妙的荣光伫外邦中有外富有。就是基督点伫恁做荣光的5万个。歌羅西書1章27節。以上咱來請曾牧師來代禱。安尼咱只是起立，为着咱所关心、咱所需要的代志，咱来献上咱的祈祷。咱三个同心开声开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三个组织伫面前，搁来一摆，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到你的面前敬拜、吟诗学乐，也对你的话三较实。但只是阮来献上阮对你的求讨，特别阮教会的需要，主恳你为着阮的陪伴，特别阮的敬拜中心，根据阮开拓教会，是满希望教会的事工，也是阮中一同工、家庭、工作各方面的需要，特别青年人的需要。主，阮完全恭敬交托伫你的手，恳特别为着阮来陪伴，带领个引带，坚固阮的心智，特别会当伫这段疫情的顶面，
而且更加同心一意，并着信心行着这条信心的道路。主可能也特别看顾伫阮遮的出国遮兄姊妹，无因伫国外的生活、工作、访亲甲一切，可能咱伫上帝你的看顾中来得到祝福，帮助因出来外拢得到平安。特别会当伫这段疫情的顶面，也看顾伫因的身躯甲各方面。阮只是也为着这身躯悲痛兄姊妹的需要，阮献上阮对你的求讨。医治的手可能特别甲因三甲治地，特别伫这段开刀后复健，林丰科兄弟、林丰科老先生伊本身的需要，也是伫秀丽者复健的需要，也是语文甲这兄弟姊妹因中间的需要，主可能特别成立成就夫妻帮赞，医治坚固，看顾伫因的心智，更加努力伫因即个身躯病痛，领受你大大稳定、医治甲帮赞，祝福满满伫因的身上。伫即段疫情的顶面感染的兄弟姊妹，主可能你紧紧来恢复因的健康，也会当伫即个注射疫苗一时，又会当互因得到更较大的帮助。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都已经到呾已经久，特别即个乌克兰的国家受到大大的迫害、灾害，百姓的流离失丧，就可以诚心的伸手扶持、帮助甲安慰，互即个战争紧紧来得到平息，互你的和平真正临到伫因，互你的现情充满伫即地区，在百姓的需要。主福音已经当兵，伫即段当兵的期，会能看顾伊出来往得到平安，伊所训练的一切，也领受你大大的恩典。阮兄弟姊妹的需要，阮对你的求讨，也是阮祈祷的对象。主可以特别伫祈祷中听阮的祈祷，伫祈祷中对伫阮所对求讨的应允伫阮，帮赞伫阮，特别伫伊的旨意中，互阮对你求讨的。拢会当成就伫你的面前，互阮得到帮助甲激励。来即摆，阮将阮对你求讨完全恭敬交托，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时上营用圣诗395首，有圣诗515首，至圣献备，愿感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三享受圣神的帮助甲恩泉，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闭会，请咱爱会记哩，咱咧转去以后，咱一礼拜拢爱会记哩来实践咱上帝的话，祝福大家兄弟姊妹拢身体健康平安。